台北市一岁囡仔和一灵母苦毒死亡的案件，负责访视的儿童福利联盟社工结合警察扣手抄异常拔检，引起超过50个民间团体不满，认为讲这扣手铐无符合正当性和比例原则。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是亲身说明，强调这社工是依法扣手铐，只是讲这手铐走出来互看，甲这带队的警察队长记新界处分。 昨天呢，其实很多人都失眠了，像我昨天失眠到4点，然后6点半就要起床，来上班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恐惧。 李福林名社工奉上课以上的画面，互基层社工看甲真惊吓。有社工以社工集体创伤之来形容。北市社工工会表示，刑事诉讼法有避免公然暴露其概括等规定，也毋过检警调工互社工露出无符合正当性甲比例原则。 警调单位却故意把他的刑具露出来了，是不是就是检方为了要取悦社会大众而做了这场表演？ 警方将社工上铐搁以上北京的做法，引起超过50民团的不满。联合声明，即期检警做法恐惊违反警察无公开作业办法、刑事诉讼法甲执行躯体逮捕解散使用概括使用办法等相关规定，不当侵害人民权利甲尊严。 这个部分已经严重的违反了侦查不公开的这种状况，我们就最担心的就是它妨碍到后面的侦查，或者是对于被告有一个过度污名化的状况，那对于将来的审判也不公平。 护民团即期违反警察无公开北京说明，拢严守警察无公开作业办法相关规定。检察官团环调查声也被告等代志，拢无对外公布，也无媒体报道。3月11经过无明代亚出，引起媒体高度关注。 那报道来的相片甲对话记录拢毋是由北检人员提供，另外警方躯体时机甲监视使用概括是由警方看现场状况来定。虽然上铐是依法，这个具体是可以来做一个来执行是没有问题。那问题就是带队的干部要审酌整个案件的一个情节，这句是有做铺路，对于当事人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，所以是有一些疏失。 北市警察局长张英兴讲明，有区票上铐无问题，也毋过文山地分局带队的警察队长，互概区暴露对当事人影响真大，无符合比例原则，相改处分。另外，媒体问到敢会打击基层士气，张英兴无正面回应，只个强调带队干部爱看案件的情节，这个案例欠周全，会加做案例教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